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用命路来享受东西，其实係我哋更加人強人貴常為做為的事情。但是用命路來享受自家嘅故鄉，將自家故鄉嘅特色本人地，路唔係咪的人強人為做嘅。我哋今日有請到係來自我哋屏東嘉東嘅陳先生，以用一命路嘅方法去宣傳伊阿陸下殺公崗。我哋今日有請到伊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伊當初做乜做一件事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先生來到現場。陳先生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來自嘉東殺公崗的陳宣誠。宣誠我想問一下吼，因為其實就剛剛你剛剛所提到的殺公崗，可是它的漢字是寫時光劍，想問一下，你這個殺公崗是跟誰學的？殺公崗是經常去參加我們的客家六隊的一些活動，然後經常會聽到主持人會講我們的地方的名稱，那聽久了就原來我們那個地方叫做殺公崗，這樣學起來的。沒有錯，沒有錯，因為其實先生唔係客人我哋先講呀，但是如像頭頭你講嘅，你常常會參加客家味的活動哦，那你為什麼會參加客家的活動呢？因為我覺得我生長在嘉東這個環境嘛，那嘉東本身是高屏六堆的左堆區，那我們在地是閩客共居的一個地方，那難免就是也會遇到不同族群的一些文化或者是美食，那我本身很對一些新鮮的東西其實是很有好奇的，那我也會喜歡客家的文化，主要是也是認識我們嘉東文史協會這些一群夥伴，他們都在推動地方的文化工作。那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有意義，因為畢竟我第一次看到盤花，我就覺得哇，怎麼那麼漂亮？為什麼從以前，因為我知道是之後才知道盤花的定義，然後是在那個在祭拜八公的時候會用到的一個文化元素。那我就很好奇說，為什麼我們村莊沒有？然後原來才知道我們村莊是閩南人比較多。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不該是劃分是客家或是閩南，它是我們在地的文化，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會去研究。那更不用講美食啦，客家美食真的很好吃，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跟一群客家的朋友，就是認識做朋友，這樣。多其實節目一開始的時間都更加，如果分享到講，這對年輕人呢，眼光來看更加的呢，文化事情的話，你就分享到講，頭了一句話講。這個不是什麼閩客的事情，這個就是我們在地的文化。如果我能講食的東西的時間，我都冇講過也係客人食的，好容易食的。但是有時候我哋如果講到講，也係客人的文化，好容易的文化。但是你看，像我哋今日呢啲先生，呢啲年輕人來講嘅話，如果因為講，而睇下故鄉地方，如果可以看到一樣嘅客人的文化同好容易的文化，如果係一啲在地的文化，那我想請問一下哈，那你在從事這些所謂的地方工作之前，你原本的工作係乜嘅呀？我原本是在高雄做社會福利相關的工作，是做一個社工助理。那過去就是在做行政，還有一些教育，還包括規劃活動這些的工作人員。那這段期間就當作是一種磨練吧，是去外面去做學習。那回到家鄉，最主要也是因為媽媽的關係，因為媽媽她是一個蠻用心在積極推動地方發展的村里長，但是因為家鄉沒有年輕人，然後家鄉如果要申請一些資源去做地方的發展，都需要一些經費，所以我就想說，反正家鄉需要年輕人的協助，我就在高雄的工作辭掉，在民國102年的時候就返鄉，那回來就開始專職做社區營造的工作，所以之前的工作就是在做行政，所以回來就開始會寫計劃書、核銷，這就是我的主要的專職工作了。咁你幾時間辭去睇高雄的工作，然後回到你們嘉東的陸下時間，你會不會覺得有城鄉差距啊？這個城鄉差距講的就是說，譬如說一個是很繁華，還有夜生活這個都市，但是回到嘉東之後，大概8、9點之後，晚上街上大概就沒有多少人，你會不會有那種生活上面會冇適應哦？ OK， 那其實我可以用一個返鄉青年的新的感受來做分享，就是的確你就像你講的，都市生活機能很方便，交通什麼都很好，要去哪裡都很方便，但是回到家鄉，我面對的都是一群那個老人家，很多阿婆啊，然後
其实我以前不是很喜欢跟老人家相处。我以前在高雄做社工助理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一个人，就是在办公室静静的工作，完成我的工作，很专注工作。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回到家乡是要不断的跟民众接触，要去做很多事情。那城乡差距让我感觉到，就是第一个生活的作息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老人家6点多就起床，所以那我们的关怀据点，像我们屏东就是一村一据点的这个业务嘛。那我就开始要帮妈妈去协助照顾这群老人家，早上6点就要起床了。对一个过去是夜猫子的我，其实真的有点适应不良。然后也是早上起来就脸很臭，那些阿婆看到我就说：“哎呦，这个年轻人的脸怎么这么臭臭的？”然后不太敢靠近我。但是我其实觉得慢慢的习惯。那其实我觉得乡下有乡下的优势，真的，尤其是像我在写行政争取计划这件事情，真的差异太大了。在高雄单位很多，每个单位就是都会去写资源，所以资源可以分配到的有限。但是屏东不一样，屏东是刚好相反，屏东的政府希望你们赶快来申请经费，赶快来写，赶快回去做一些地方性的发展。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差很多。以前真的在外面是磨练，那回来真的是如鱼得水。一部分真的我可以回答讲，因为其实规东的屏东来讲嘅話，我哋講嘅上海來講嘅話，其實我哋最希望我哋真正有人強人，好規東嘅總體地方，去聽數我哋嘅睇人，好去做嗰度我哋講行政的工作嘛，跟核銷工作也好，因為其實在很多的計劃案裡面，其實很多公部門他們覺得最頭大的就是說，很多長輩不知道怎麼寫計劃。第二個不知道怎麼去報告，然後第三個不知道怎麼核銷。所以說，其實假如說這個社區裡面有一個年輕人回來了，他又是理事長的兒子，我們會覺得說，哇，這個社區得救了，因為基本上他有很多的資源，真的就剛剛我們的宣傳所說，就是真的就開始會有一些資源真的會進去。但是我哋提供其實成立了一啲溫馨家人促進會嘛，希望同人觀眾朋友講一下講。像入去溫馨家人促進會係用當初係用嘅成立的嘛，而最近係用嘅去運作的嘛。原則上，溫馨家人促進會的成立是針對比較社會方面的一些福利工作。那其實我們的業務工作很多元化，而且我們是以家庭組成去做不一樣的服務。像媽媽是村里長，她就是喜歡帶動社區的家鄉的老人家，還有一群婦女。然後爸爸喜歡做環境綠美化。然後又跟地檢署在協助一些社會勞動能力的運用。那我本身呢，因為喜歡比較窄，個性比較窄，所以一些數位方面，像數位行銷啊，或者是做一些就像寫計劃、做成果這些，這是我的工作。那我們社區我們的單位服務的面向很廣，比方說社會福利方面就包括老人家、婦女、幼童，還有新住民，還有返鄉青年、青農。這些都是我們在協助的對象。那一些產業面呢，像我們的農產品，還有一些地方的產業文化，我們也會去做推廣。還有就是生活環境品質方面，像地方的髒亂點的清除，還有綠美化，甚至我們屏東第一個公墓公園化，就是把那個墓園有沒有變成像那種西方國家不都變一片片草皮，有花有草，很漂亮嘛，對不對？那我們也是有把它做成這樣子，屏東的手作是這樣子，然後還有去做防疫工作。對，那近期來，因為我們嘉東被公部門有一個補調，就是我們的數位落差是5星級的，非常嚴重，所以我有去跟教育部申請了一個嘉東數位學習機會中心，然後簡稱嘉東 DOC。對啊，我就是把這樣的一個資源再去做推廣，教我們民眾免費的電腦、手機一些數位轉型、數位輔導的技能，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活動，讓我們社區更活絡，甚至有獲得許多民眾他們的個人成長。因為從人來講的話，其實我很多人很羨慕，因為其實你剛剛所講的幾乎就涵蓋了我們其實很多所謂的地方型的一個組織裡面。他所要接觸的面向，譬如說，一般的民眾的關懷，就是你媽媽
担任的角色哈，譬如工人，然后你爸爸又刚好是可以去辅助他在做所谓的环保那一类的一个工作，因为其实要部分有时间有些单位是用环保志工，但是有些单位是完全没有环保志工可以做，或者说其实像人都卡发，妈妈可以做妈妈的部分，爸爸可以做爸爸的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居然有个儿子帮他做数位行销的部分。因为我也是社区发展，其实我扮演很多重的角色。其实我就是希望可以连接这些单位，变成一个社区营造的网络。像我本身有参加我是我们农会的家政班副班长，那也是我们嘉东青农的行政组长，那也是温室协会的理事，然后就是有去参与这些单位的一些他们的业务工作。那我觉得其实一个地方要发展，它是必须全面性的。当然我个人也没办法去做到全面性的服务，所以去连结、去做资源的分享跟共融，这我觉得蛮重要的。像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去参与这么多不同的算是组织里面的一个角色，跟你之前是社工的训练背景有关吗？有，我觉得非常有大关系。其实这个跟我大学期间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我大学我去担任过系学会会长。那系学会会长，其实我说起来有点好笑，就是我有点不顾正业啊，就是都是大学的系会长，就是要不断的写计划啊，然后厚着脸皮去到很多店家去跟他们要赞助，去募款。那我就觉得，虽然我念的科系有没有，我不是未来不是走这方面的，而是未来去走社会福利跟人文方面，但是我觉得至少把它学起来，应用在那。的确，返乡之后去接触到社区的区块，的确改变了很多，改变了我非常多的个性。像我刚刚说，我本来很宅，甚至我都不喜欢去跟人家讲话，然后喜欢就是，而且我回到家里，我还是会去玩什么数位游戏、电脑游戏那种的，然后追剧，这就是我的生活。但现在因为看到爸爸妈妈那么努力，刚刚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爸爸妈妈过去真的是非常用心。那在还没有数位时代这么普及的那个过去，我看到一个画面让我非常的心酸，才那时候才意识到，因为我们乡下真的很需要这些年轻人。因为我看到爸爸已经凌晨1、2点了，为了去做那个访视检的那个评鉴，那时候还有评鉴，他们是用一支尺、一支笔，然后厚厚的一页都是手写的，他的表格都是用尺在那边画，然后到了凌晨1、2点还在做这些工作，那我就心里想说，你们怎么不会去请人家用电脑打这些资料？那我会想一想，看到爸爸妈妈的辛苦，有点真的是很舍不得，所以就当下就决定把高雄工作辞掉，回到家乡，然后尽我的所能。当然，其实这过程中，我觉得妈妈有点放了点设计的手段。他就是告诉我说，他什么都不会，他需要一个年轻人，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去找人家打，要花很多钱。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帮忙好了，就可以省钱嘛。就做着久了，本来是当初只是来沾酱油帮忙，后面都变成我的工作，变成我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是真的很有智慧的女性。虽然我哋呢先生还能讲伊的妈妈来设计，但是我想讲，嗰种无伊的按有好心，按有好嘅声音来讲法，其实能用嘅设计唔可能会贵到这个路卡哇。首先好我哋行下的买嗰度嗰件台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港東石公港嘅陳先生，同人講一位文心感染促進會嘅成立的過程。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剛剛其實你有提到一個所謂的數位學習中心嘛，那是不是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當初那位申請一位數位學習中心，同時伊嘅教嘅內容係乜嘅呀？主要是要教民眾一些簡單的電腦跟手機的使用，然後因為曾經有調查過嘉東的網絡使用不普及，低於就是說家家戶有安裝網絡，
不到6成，然后智慧型手机的申请不到6成，然后包括我们那边的人也都不在很少在网拍，所以我想说怎么会可能很少在网拍？这些资料怎么调查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年龄族群去设计不同的课程，好比说像银发族好了。那些阿公阿婆他们都比较对手机平板，其实他们不是不喜欢，而是他怕把你弄坏，然后就都觉得东西很贵，然后又说有的是不识字啊。那其实我们还是有教他们一些不用去识字就可以去操作的一些课程，好比说用平板画画。过去光华据点都是传统用纸本、彩色笔、蜡笔嘛，但是我告诉他我们用平板画画，用平板画画错了，只要按上一步就可以再重来。然后他们也喜欢玩一些游戏。其实我发现教长辈这些课程之后，他们回去跟他们的家人的共通话题变多了。他们就觉得哇很开心啊，觉得很有趣，然后甚至都会期待下一堂课，老师又要带来什么样的课程了？我们针对银发族就是这样的课程。那针对我们的一些青农民，甚至是开店的品牌店家们，我们会去开数位行销，包括一些数位转型的一些课程，包括文案设计、包装设计，还有一些像 Google 表单，怎么去做，还有就是简单的 FB 的粉丝页的什么行销、文案的设计、EDM 的制作，这些课程我们都会教我们的民众。因为现在后疫情时代，说真的，传统的行销的模式势必都要转变。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数位的模式，让他们的品牌提升曝光跟他们的宣传度。那针对一些妇女、农村的妈妈们，其实我觉得农村妈妈们更需要获得个人成长，所以我们会教他们一些热转印，好比说教他们拍沙龙照。我觉得就像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带着一群妈妈们，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妈妈，让他们去穿上漂亮的客家服、漂亮的日本和服，然后我们就到外面搭配我们的古迹，嘉东有很多的一些客家聚落古迹，还有历史建筑。那我们就是背景是这些历史建筑，然后就是给他们体验当网美，然后就这样拍照，然后拍完的照片我们把它转变成像那个马克杯啊、水壶啊、一些纪念的东西，甚至桌历、月历之类的，他们就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在数位中心开的课程都是比较属于兴趣导向，我觉得让一群没有在接触这些数位科技的民众产生兴趣跟学习的动力很重要。其实其实我很不喜欢讲嘉东是偏乡，老实说我很不喜欢贴这个标签，但我也发现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数位跟科技脱节的弱势了。对，曾经我们有一个阿婆就回来告诉我说，那个他去看医院看病，要从早上6点多就去排队，排了1-2个小时之后，还要在候诊，等了要2个小时，所以整天都在医院里面。那我就教他一些健保快易通，甚至直接网络上去挂号，可以看到自己几号，然后他们觉得怎么那么神奇？对我们年轻人来讲说，这个再也普通在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讲说是非常神奇的。所以，我们数位中心的成立，就是要帮助成为我们社区民众的良师益友。头东下呢，先生有講到講，而針對於啥物無共用嘅一個族群，譬如講嘅銀髮族啦，或者長農啦，或者富人家，而都用無共用嘅方法，比如他哋可以喺數位嘅上面去接觸到，然後同時對自家嘅生理啦，或者自家生活係有無共用嘅幫助。那這一點我比較想要問你，就是說，因為其實像你剛剛在銀髮族的時候，你有提到，就是說我們一般是用畫圖嘛，畫在紙上，但是你現在可能用平板的方式讓他去使用，甚至你最後的時候有教到，就是說，讓他們可以開始從網絡上去學習如何去網絡去掛號。那像你自己在接觸銀髮族的一個過程裡面，你覺得銀髮族裡面接觸數位環境也好，數位工具也好，第一個要克服的一個想法是什麼？要克服的就是因為老人家他們第一個記憶不是那麼的 OK， 所以你教他什麼，明天太專業的東西，明天你可以還給我們的。所以我都是以興趣導向，覺得他們可以享受數位的當下，這樣就夠了。那
目前整个嘉东第二系针对我们银发族在教学的过程中，其实目前还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原来有困难，如果你要教他使用 FB 是困难的，你要教他去用那个什么 email 啊，那是困难的，那当然也是困难。但是我觉得在他们的生活，或许我会去思考，反向思考，他们是需要学这个的吗？还是说他们可以透过学个 LINE 哦，跟他们远距离的晚辈、子女们透过视讯这样通话，他们就很开心，甚至他们学会拍照。因为我经常带我们的老人家出去旅游，然后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一人一机，互相的拍。以前都是我一个人要拍全部的人啊，好累哦，我根本就没办法自己去享受旅游。然后，但是他们现在会自己拍照，那拍照会透过 LINE 啊，甚至有人会贴脸书啊，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精彩。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的子女其实非常的开心。他们的长辈有这样的转变，甚至他说，我都跟他们开玩笑，不可以做坏事了。做坏事，网络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全台湾都知道了。对，所以他们真的还蛮开心的。我觉得这样就很有成就感了。所以说，我会认为就是说，其实真的对于我的呢，太艺上来讲啊吧，伊很用的去使用防骗，好，最主要的讲，我哋希望讲，伊可以接触到我哋更加的疏离的身份，唔会讲，他不会怕。好，不会说啊，觉得拿到手机就会坏掉，至少他不会怕就来得好。但是你头头有讲的规贴背的讲，你对我们的青农，你教他们去做 EDM， 或者是教他们如何去做所谓的网络上的宣传，这些青农他们自己本身的接受度怎么样？其实原则上我们都会做一个前面会做个调查问卷，了解他们的需求。我觉得有切入需求真的很重要。我们会去了解说，我们嘉东的青年农民们。他们缺乏的是什么？然后我根据我们的资料的统计，我们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乡民啊，就是农民啊，很会种东西，他们种出来的东西都超好的，要不就是有去加工，但是问题就来了，第一个很会种，很会生产，但是怎么卖？然后怎么卖？价钱是谁决定？是自己呢，还是所谓的批发？还是一些机构单位来做决定的。当然，每个人希望自己的农产品可以越卖越高价嘛，会做品质、做品牌，所以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而且他们的需要的过去的那个通路都是停留在传统菜市场的批发，好，顶多让你到超市去上架，我就觉得这样很厉害了。但是他们不晓得，结果疫情来了，好，疫情影响到他们也确实感受到。疫情的影响，第一个4级活动，尤其在有一年3级警戒的时候，所有的4级活动停摆，人们不到外面买东西了。他们发现人们都是用所谓的非接触、零接触的商业行为，所以我就去告诉他们说，数位的确是很重要，它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销售的退路，你还有一个路可以走。所以我们就开始从视觉设计，因为我都跟他们讲说。人是视觉生物，所以我就叫从包装啊，包括我们的照片的拍摄啊，你一定要把你的产品拍好啊。那假设这些东西，如果你要就是找专业的人来，你可能势必要花不少的钱。那我们老实讲，我们乡下人光是自己创业都很困难的，那这个成本真的是他们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就希望传授一些数位的课程。那我们数位中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所有的讲师都是我们在地的青年，对，而且我们的最年轻的讲师是18岁，然后最资深的是39岁，就是而且都是我们住在嘉东啊、林边这种邻近的年轻人。那我一直很希望我们的嘉东数位中心是有一群年轻人来做一个主导的，而且这个就是他们的舞台，所以就会你就在我们的数位中心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指导老人家，年轻人在指导这些青农，对，然后慢慢的，甚至年轻人的构想，我们就会去规划更多特色的课程。那我这边可以做个分享，说我们比较有两个比较有特色的课程。第一个就是因为嘉东的聚落有很多古迹，很多历史的故事，那我们有发现到。近年来到嘉东去做走读啊、参访的背包客啊、散客啊，还有团体啊，越来越多了。然后但是我们的导览能力还没办法成长到这么多，还在培训。那于是我们就请了文史协会的理事长，还有就是一些已经考到专业的导览人员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做个影片，
我们就是好比说，我们就刚好开一个课程，叫做我的家乡故事我来说，然后做这样的一个3到5分钟的线上影片来去行销我们的一些古迹历史的导览。那我们做了一个 QR code， 游客到那个历史的古迹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扫 QR code， 理事长就在线上直接讲这个地方的故事给你听，所以能力不足的部分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递补。那第二个的特色课程就是我们的老仙角播客秀 Podcast， 因为 Podcast 其实是近年来比较慢慢的在窜红的一个社群软体，那它主要是以声音为主嘛。那我就有一个想法说，我们老人家很会讲客家话的老人家，会讲一些方言文化的老人家，我可以邀请他们来做线上的分享，而且从这个过程中，我本身也学习到一些的谚语。但是老实讲，我是讲我的谚语能力没有很好，也是在跟他们学习。那我们的角色就是这样子，我希望可以让老人家说，原来上电台，像去进入广播电台的世界，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台北啊，进入那种很高级设备的，其实在我们的家乡一间小教室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嗰種像迄個老仙家嘅 podcast 地方，其實有幾多內容係幾神奇嘅。其實下我哋香港咪幾多個精彩內容哦。翻過來，復起來嘅聖誕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嘉東沙公港嘅陳先生，同人講，伊睇我哋呢沙公港地方教我哋呢睇見啥，讓我去錄我哋老仙角嘅 podcast 的。有部分的內容呢，我哋都想問講，到底我哋呢睇見啥可以睇我哋 podcast 裏邊講完嘅東西。那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你們有一個叫做老仙角的一個 podcast，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長輩在裡面大概是錄些什麼樣的內容呢？當初老仙角的意識，其實它就是講的是充滿智慧的老人家。那我那時候會有這樣的突發心想，是因為我之前有聽了類似的這樣的一個廣播電台，那我就說，原來我可以幫我們的老人家創造這樣的一個不一樣的價值。因為其實老人家他一直都覺得自己就是老了嘛，就只領補助啊，這樣過生活沒有目標。但是我現在告訴他們說，不，你們現在每個禮拜要去準備一句客家諺語或者是閩南諺語，因為我們的這些老人家有閩南的，也有客家。那我就跟他說，我們現在就是我們整個流程就是你講一句，然後你教大家練，那你要就是簡單的分享說，這句話是帶什麼意思？其實對現在的社會來講，這些話其實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價值。因為第一個，這些都是很正向的一些智慧諺語，而且在目前的社會，它是真的很重要，它其實都要失傳的，有很多所謂的古早話。那我有很多宣城有很多一些客家話，也是從這個過程中去學的。其實，但是我現在目前只會講的大概只有4句，然後像我會講那個，我本身喜歡唱歌嘛，然後我會講奶蔥糕的不米湯，然後第2句就是跳嗓力就是愛問，但是我總還是講不巧，但是他只要講年輕人做事情要穩穩踏踏的來，然後第3個是比較好笑，因為我一直聽不，有很多阿婆看到我都會跟說，那個蠢仲的兒子昂皮哦，然後我就想說，我那時候大家聽我聽不懂嘛，然後我就說皮，我怎麼會皮？我看到長輩都很有禮貌呢，我都請他們請坐喝茶。但是我後來才知道，因為昂皮在講我的身材比較可愛，對，比較可愛。對，所以就是非常的覺得很有趣。這個過程中，在他們在講 podcast 的過程，我會發現到，老人家就很像孩子一樣的天真快樂，在享受那個當下。那這個我們錄好之後呢，我們都放在我們的 YouTube， 然後有一些我們的臉書，讓更多人透過聲音，讓世界認識這一群老人家。
因为我里面人来做迄个规划的事情，就讲，体的表现呢，体验啥有啲技术啦，有啲技术去做我们人家最流行的东西，好，去做我们现在最流行的 podcast。那同时间嘛，把一啲等动体归创业为地方留下来。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地方谚语，因为其实有时候谚语这件事情，有时候会跟你在地的风俗是有关系的。譬如说时光线早期，跟西瓜是很有关系的哈，它本身是西瓜种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生产地。同时在嘉东以前也有那种抢西瓜棚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可是等给当地的一点谚语，其实有时节归都系同当地的一点风俗很有关系。那这样子的风俗，因为在我们内埔是没有，所以说可能那句谚语只流行在嘉东地区。所以说这样子的东西的保留下来，其实对于嘉东的未来的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譬如说我们住在外地，像我内埔的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也会透过这样的谚语去了解，原来嘉东以前曾经就是为了要抢那个河浦，我们所谓的河的沙滩里面的那种西瓜田的大打出手。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里面，才发现从这个谚语里面都保留了很多东西。可是用里面的书味的一个技术的关系可是嘛会不用来的呢，体验啥，真是说，就像刚刚我们的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不会说真的是很多老人家就是真的在家里面觉得好无聊就是我们用薪水在过生活，其实一定生活嘛有几多事情做。但是我的提供，其实你这个嘛规模还没好。你常常不仅要去做我们的促进会，做我们的数位学习中心，你自己本身也在做舞台剧是因为本身对舞台艺术其实是有兴趣的。从高中我就有参加戏剧社，然后当社长，然后也当了广播主持人，就是广播社的社长，然后到大学的戏学会要办活动嘛，然后就会去当年就要去当主持人。这样子就是一些经历过去，我其实觉得说，舞台艺术其实是很好的。甚至我为了学这个，经常屏东、台中跑到台中就是当日来回这样子去上课，就为了拿到那个教师证书。对，然后我取得之后，我回到我们家乡，那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舞台艺术，也许我这个专长，我这个兴趣，我可以贡献给我的家乡。那刚好我妈妈他们就有一群妇女同胞，很喜欢，现在叫做广场舞嘛，他们都很喜欢跳广场舞，以前叫土风舞。然后我就回去每次看他们的表演，我都会觉得，这个舞好没有特色都站直直的，一排一排又一排的，然后都在跳同样的动作，没有对话变形，什么都没有，然后没有特色，没有主题，没有内容。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妈说，能不能转型啊？能不能就是稍微调整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舞蹈，因为你会发现过去他们的舞蹈都是长得一模一样，别的社区、别的村庄，照理讲就应该有不同的特色嘛。像我们有西瓜啊，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把农产业跟舞蹈去做match，去做个结合，就变成一个西瓜莲雾民俗义政？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些环保的道具做成大西瓜、大莲雾，很大的视觉性的东西，那他们就可以去把这个融合变成道具、服装，甚至那个衣服做像蓬蓬的，像一个大莲雾那种蓬蓬裙，有没有？然后就这样到街头去表演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视觉行销的方法，所以我们从民国95年就有一个西瓜莲雾义政，一直透过这些伯父妈妈们一直这样到处全台湾表演，曾经到高雄梦时代。最南到恒春古城，台北的那个花博，我们都到全省各地去做这样的一个展演，直到现在，我们还有所谓的改良版，我们还会去改良它，然后在最近的农博屏东的那种农博然后也都会去到现场舞台去做表演，所以我就发现，舞台艺术其实他们喜欢，而且他们喜欢挑战自我，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特色融入。因为不管是关怀据点还是妈妈教室，他们都是喜欢这些舞台才艺的。那舞台才艺就无非就是舞蹈、戏剧、演奏跟唱歌。那这4个项目，我发现我们的团队的舞蹈跟戏剧这2个还蛮厉害的，所以我就想说，把我们在地的除了农产业之外，我们的一些客家文化的故事，比方说我们嘉东有个萧屋。
那小五过去是做什么？很多人其实还不知道，很多人就会有人去说啊，可是在酿酒的吗？还是做染布的？其实都有，甚至我们还有张家商了，就张阿丁仔曾经发生的一些故事，我们就把它写成剧本，然后舞蹈跟戏剧去做这样的穿插，然后就觉得蛮好，蛮有趣的。甚至我们把我们时光剑的100年演艺风华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后我们有到我们内埔6堆文化园区的演艺厅去表演1个小时的歌舞剧。那我很多那些婆婆妈妈他们都很意外，说我们居然也可以像很多知名的剧团一样，可以在舞台，而且这么棒的舞台去演1个小时的表演。通常跳一首舞就很厉害了啦，他们还可以演到1个小时。那我觉得这就变得非常非常有特色。那我们的环境，我们社区的环境其实非常的劣势。第一个，我们经营这样的剧团已经快要16年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室内的空间教室。我们今天可能是在庙的广场，庙旁边有空地广场，明天可能是在公园，后天可能还得去跟学校借场地。我们就这样像游牧民族的这样子经营了16年，但是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团队愿意这样跟随。所以，即便甚至我们人家的据点或者是什么活动都会共食，都有厨房嘛，我们是瓦斯那些锅碗瓢盆全部带着，然后今天是在这边煮，然后在户外煮哦，就像野炊一样哦。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来的。那我们在教歌舞剧练习，也都是在我们的八公那个庙的隔壁的空地去这样做练习，让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在106年这一团歌舞剧，我们有一个名称叫老顽童行动歌舞剧，加一个行动，就是我们都是到处跑啦，所以叫行动。那在106年的时候，我们跟一个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去做个结缘，那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会办一个仙脚百老汇，它是专属银发族的一个舞台。那一年非常的开心，就是在3000多团，全台湾3000多团去遴选9团入围，我们是入围的其中一团。所以在106年，我带着这一群婆婆妈妈，我们登上了台北小巨蛋的舞台。那一次，我告诉他说，人生一次真的就回味无穷了。他们到现在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个是江蕙啊、蔡依林啊，他们在表演演唱会的舞台，你们也在上面去做这样的表演了。对，我觉得这些事情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大的成就。故事名义的故事里边，我发现到讲，其实一个年轻人可以在杀鸡里边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可以多，不单止可以听出这个爸爸妈妈，同时也可以把这个可以要做的事情带给大家，同大家人来分享。今日感谢我的先生来现场同分享按照同家东沙空港的故事。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欢迎有空来到我们家东沙空港来聊聊诶。休息下哦，等听下咱先生来看下运动哦。阿肯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点赞，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